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当主记伫上帝的宝座前，因为圣洁的主要甲咱同在。伫顺境、伫逆境，咱拢会当来学乐咱的上帝，因为伊为咱安排头前的道路，为咱安排今仔日种浪漫的季节的一天吼。咱即摆来唱这首《咱当主记》。当主记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为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归来，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每差错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我欢喜顺来变喜乐。咱当主记，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为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归来，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每差错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我欢喜顺来变喜乐。咱当主记伫遮，用欢喜的心来乐咱的上帝。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因神的引导跟安排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今天有华语礼拜，也愿意因为有人听不懂台语，为你们安排了华语礼拜，而神也这样子感动弟兄姐妹的愿意跟有开阔的心。所以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，虽然这一首是台语的，让我们一起跟看。咱当主记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为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归来，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啊路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每差错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我欢喜顺来变喜乐。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每差错，顺境啊路，逆境啊路，我欢喜顺来变喜乐。在这首诗歌内底讲顺境而乐，也就是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来赞美神，我们感谢我们的环境；但是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感谢。在神的计划里面，不会常常是顺境，因为儿女们是他的产业，一直给他顺境，他认为这不是最好的方式，一定要有一点点的逆境给他，让他有所学习。所以我们的父神呢，在父神面前，我们是他的宝贝，他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这个歌词：你是父神的宝贝，真的啊，天上父神创造你，好棒哦！你是父神的心爱，爱你呀！遇到你我真幸福，幸福哦！是的，我们跟隔壁左右的说，你是父神的宝贝，你是父神的宝贝。一起来唱哦！你是父神的宝贝，真的啊！天上父神创造你，好棒哦！你是父神的心爱，爱你呀！遇到你我真幸福，幸福哦！再次来，你是父神的宝贝，真的啊！天上父
的宝贝，我们当然幸福啊。而这个家教会也是父神的宝贝所集合起来的。我们是一群父神的宝贝，所以一起在这个家里面，这个家呢要去爱它。如何爱呢？在这个歌词里面说，当我们去爱这个家的时候，家就有光彩。当每一个人愿意为这个家付出，他就不孤独。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珍惜我们拥有在这里聚会的时间，拥有彼此的时候，家就有甜蜜。当每一个人学会在家里面难免会吵架，难免有意见不合，当我们学会宽恕对方的时候，家就很幸福了。永远不纪念别人的恶，这是在爱的真谛里面所说的。神爱我们，所以那爱天天住在你家，也住在我家，因为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我们用全心全意的来爱这个家。一起来唱哦。也是冰晶，拢在做花。有这么好的比咱的福气，还要去哪落找咧？所以今日咱就开声来学乐咱的上帝，用欢喜的心来学乐。 最后。
信息第54首，请起立。